他曾无心门若轻的无完他先生一苦心，他不去门当户对配高情，新婚夜桃婚金安生传平，太子太师今生去不归路，虽托日文为年生。新郎夫路瓦里眉清目秀貌英俊，路瓦里檀香青翠浓情意，路瓦里擦身相泪一片情，路瓦里真相泪一苦心，苦的是终有了谁能化成，只能牵引不牵绳。这觉得头旋涌野猫心，腹中沉痛难伸。
娘，我扶你进去吧。哎呦，哎呦！谁家大娘其实谁光来了？啊，这可是我是好啊！哎呀，他把也是藏起来，这叫我藏到哪里去呀？这娃这个大娘看见那娃了得！哎呀，当家师太，我将这孩子藏到观音佛殿下去可好啊？快去，快去！哎哎哎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心急不了，长发当家师太不必客气，请问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这里是平日里四不明修营的云房。哦，这云房好雅致呀！大娘，这云房见你不夸，请大娘到客道用茶啊！不必了，我看这里去很好。是大娘，请坐。大娘，请用茶。当家师太，据闻包我一位资深师太在画册中，可否请他出来与我一见？大娘，自知玉萍这身不能欺上，请大娘见谅。哦，我是慕名还来他来拜访，我想这位三师太知书识礼，不为不尽我这个面子吧？这啊！老母，你就扶上师太出来见过大娘。芳兰，你的外相是后？师太，你也请示便吧。是。婢子正接过大娘。马须花。
烦恼师太与我天行合作，我要悲上一杯。我在菩萨面前许下好愿，万老你全部过来，我要救你1,000两，以作相助之资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大娘真是个顺手，老夫派去援路上来。是。当家师太，你看啊，上官生，娘。
大爷死了，王大爷全部认识，可是爷儿一直就没有来过呀。哼，我家他爷离家出走之后，助力于谁亲朋好友都没有见过他的踪影，分明一直就躺在你报案之中，找不到他请他出来。大娘，沈大爷他真的不在案中。当家师太，那就是我不理了。放来，大娘吩咐下去检天后院追到狱房，与我仔仔细细的搜查。是什么？禀大娘，云房贼当不见他叶仲英。禀大娘，检天后院不见他叶仲英。不见踪影。李大娘，方才经过观音殿，听见有一人啼哭之声。当家师太，想着晚堂乃是亲近之地，怎会有女孩啼哭之声？像是猫叫之声，定是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对不对？听错了，听错了。那就随他观音殿吩咐你啊！看到不？大娘，惊动了观音大师，万大我想看都要将我这个。大娘，禀大娘，沈家二房三房为曾家产闹上门来，老太请大娘速速为夫。当家师太，我沈家乃是名门望族，他也是种虚伪怕羞。3日之后，我接到报案，引起他也回家为夫。是。同心保无常，那个万堂最难救。三师他，三师他，哎呀，三师他，这孩子奄奄一息了。那就将他卖他很远去吧，师傅。婴儿不在，其师傅方不死。对，当家师太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生70年长寿啊！这老母，那就将孩子怕他还家，越远越好。师傅，那快去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三师他将孩子交进我吧。
亏此一般。今日送儿采纳，再想我不自三师太，你快将孩子交给我吧。我自永远不忘你救命之恩。有人来了，婴儿啼哭不停，啥是问问于我，这叫我是好是好啊！哎呀，这。我只等去将孩子教鞭炮。
的小宝宝，莫非是谁家私生子，不管留下往外跑。许老夫人母子前来作祟，请旨内听。是，有请许老夫人。见过大娘，喜郎夫人请坐。谢大娘。喜老夫人多年不见喜老先生可好？眼见他已经过世了啊！今日一来作祟，二来嘛向大娘跪拜，见我的娘娘。您俩不必挂在心上，这是小公子吗？正是小儿。儿啦，哎，快去见过孙家伯母啊！见过孙家伯母，免礼免礼。哎呀，这孩子长得聪明伶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念真。西西啦。
元姐，你这身上挂的是什么东西？要清定，把母情况。有清定，这倒急了。元姐身上有清定。夫人，你们母子既然为乡，从今以后需通知我家，娘娘最好用心读书，你也可安度晚年。多谢大娘。要问大娘，待元姐上夜到使馆读书，请先生好生教导。是，小公子随我来。继母，我去啦。去吧，去吧。谢老夫人，大娘，你我几人之情，押韵于王小貌美同文。大娘，请讲啊。谢老夫人，请问你今年贵庚多少？65了，老了。唐查谢老先生这事，告诉又有多少年？他说这事70余不了。谢老夫人，有道是老夫老妻难生少子，这请问这牛青弟又是从何而来？这牛青弟乃是我生前传家之宝，我父贵生佩戴在身。9年前他离家出走之后，这牛青弟从此流失在外。谢老夫人，怎么你出言相告？原这可是你亲生呐！大娘既算同文，我就出言相告。9年前，我向他娘借的银两，路过东郊，拾得此后，将他抚养长大。原来是同条鞭拾来的。大娘，
女儿子还尚小，拜我大娘不要告诉小儿。那是说。那么这牛青的是从何而来？这牛青的也是女儿在身上刺吧，我有庐山学书一起包扎。学书上面写的什么？我也曾亲自看过，可都解不明白。哦，这学书嘛，也要教育大娘保律。好，新郎夫人旅途辛苦，要晚雨。带新郎夫人到后堂歇息。是，多谢大娘。许老夫人请。家园，大娘，你可知道童家在什么地方？童家的西边是绍庆寺，东边不远那是法华庵。法华庵。请法华庵资政师太姑父。是。禀大娘，法华庵三师太已故夫。有请。是，有请三师太。并于此正接顾大娘。三师太免礼，请从。谢大娘。三师太，今日是我随即请了续班，请你姑父宽喜。哦，今日不知大娘随即多有失礼。三师太，近来身体可好？久病一身，无法断根。大娘身体想必安生。我也是久病一身，无法断根。三师太，你生的是什么病呐？心痛病。我生的也是心痛病。三师太，我是为丈夫吃醉病飘渺，家中子可操劳，身故中年无子女，为报家产。
演的最好的是哪些戏？演的最好的戏是《玉专辑》，攀比在金票推丝，陈苗长云往事盘。陈苗长云梦四盘，好啊！三师太，你困苦好？哦，就依大娘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夫妇希望开演《玉专辑》，陈苗长云往事盘。台下如看玉专辑，自尊心中欢喜意，希望平与欢喜，大娘莫非有容易。他那里野花有意安思意，屋子里生气开手难言理。三师太，你是呀？哦，大娘。那陈庙上真是年轻少知情的罗情郎，心思密。三师太真是自卑为本，宽大为怀。方兰，大娘，接下去晚宴什么戏？请大娘这边，这次请三师太点。哦，我是大娘的。你们一个都不点，那请我来提点。前面看过文戏，才来看一出哭戏。好啊，我最爱看哭戏。三师太，你看苦好？也好。那去演跑出去，李三娘莫忘穿子苦好。吩咐开演。是。大娘夫妇希望这演跑出去，李三娘莫忘穿子。台下这块白土青，李三娘莫忘才子真悲戚，夫人相知同了意，才子只得是要紧，其他人相思情，也欢喜心为意，当年情景用心地，无此生有事，
太，今日千年辜负，还有求于你，请说。不知大娘还有何事？放兰，大娘，把元济公子领来。是。三师太，我因中年无后，故而孤寂了一子，想请师太为这孩子婆孙留念。继母，孩儿，三师太，这须是西家孤寂寂我的孩子，这是知正师太，快去见礼。见过师太。小公子免礼。见公子眉清目秀，多俊俏，又是当年生郎貌，想起了不同叫八字袍，说到是配成袍子迎新娘，今日啥事能见到？和我那再色的丈夫长得十分形象。更巧的是，小公子上眼睛正像三不算是步步一步上圈套。救兵复发了，禀大娘，法王案老不过来了。见过大娘。哎呀，三师太，你怎么把东门王家的不是忘记了？我们全人都在等着你呢。你救兵复发了，快走吧。大娘，告辞了。
这架319辆 F 个车本地了，这个本地车尾巴有点刮蹭啊哈，有交通事故了。车主情况调去移除。这架319辆 F， 这句3192F。18岁，心中结缘多风光，真乃是亲生的父母也迷茫，都人那养母临死真情教，凄凉的小事继母长。我求得继母的血丝，西家头无心莫名我隐藏。第一句没有错是一场，说的是我无心生名遗忘。第二句是心不悲恋字旁，说的是莫名之争在荒唐。第三句生在花影花诞生，第四句花开无根非四方。2月19将我养，佛门南旅身飘堂。见小事不与我，心情激荡。来到那海四川新房，开门，开门！敲门声声传进堂，惊醒他人四儿忙。当年一人冲破浪18年，18年我心不耐隐藏几趟。开门！外面敲门是谁？是我，是他，请开门来。哦，来了。哎呀！
生郎是18年前遭身亡，今是我烟花出人心忙。是他，请开门来。来了，来了。请，请。请问是他法号？哦，并以自证。子正，你就是子正。是他。请问公子贵姓？我叫齐元在，沈家大娘就是我的继母。哦，你岂是元贞公子？今日光临不知有贵干？元在得中前缘，得来进香拜问。哎，到私人进香理应到文昌国去，去文昌弟兄报语。我此番不是为去功名而来，我是为去了却一件心事。了却心事，了却心事啊！既是此，贾元公，请在平日前往佛殿进香。是。贾月公，请使他带路。是他，请问是他，这是什么字？哦，这是放生字。这七松子有一颗，风吹落地多愁苦，是他
只怕是找不到是梦是那苦。我的女子早是梦，她为我一点都不领悟。她的女子早是梦，分离在当头。是她假女公卿，是他亲。假女公，这是他用宝的，他用宝的，他用宝的。用尽数，是他，你看着他已是故从前说，为什么宽妻儿女不早福？这一边女儿好像在哭泣，随同民兵无奈哦。那一边女儿好像心不死，家大莲花香渡哦。究竟是儿女生错生什么，还是这四姑娘情长无度？是他，是他！贾月公，你错了，这本是算在龙女百官印，我看是一生儿女就是梦。这是算在龙女百官印，九娘去，百官印，九娘去，哎，九娘去，九娘去，九娘去。他几次突然来问我，莫非他真是来寻我？想起了他本身夫妻样子，几年前随堂之上曾见过，难道是缘在前世我的儿？不，天下同胞生意都不苦路嘛要走。是他啊，贾月公卿，是他亲。抬头望见一盏灯，高高挂起亮晶晶，不见一缕灯火在，为何还要挂此灯啊？此灯叫琉璃灯，挂在不前十夜明，前世点过这琉璃灯，今世生得好眼睛。前世为的琉璃灯，眼睛模糊看不清。哎，恨是恨不前世为的
的家生。你何时离开深山？我在出娘胎就离婚。你可知你深深之母在无此？我只知他是个身旁烈子的出家人，台北山出于人民，家园宫的生娃要留人。是他原在我心有疑问是不明，落海堂上去等理。既是此，家园宫随我来。是他亲。家园宫来此一是芦花堂，花堂，芦花堂，芦花宫，芦花菩萨真威风。姿态万千各不同，能问我佛与吉凶。哦，那究竟是他为我问过吉凶请问家园宫今年几岁？18岁？18岁。 ，18岁，18岁。啊，你是哪只节县亲门的？问这做人，左节县亲从左算起，右节县亲从右算起。哦，我是左家县进门的。哦，那得凭你从左边算起。15、10、15、18，哎呀！数到这长尾芦花，我心上冤。往事历历，或是梦。18年前万心痛，那身上真是娶她做媒翁。可叹我云王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难重逢。咦，是他，你怎么听了？你怎么流起泪来了？我人落来是灰人落到我眼睛里了。为什么到眼睛里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再与我说下去？哦，就是这阵长眉芦花。就是这阵长眉芦花。长眉芦花露逍遥，不知是君还是凶。上眉芦花露笑容，时传至今不知凶。哦，家园公，他在为你而笑你，笑我什么？他笑你用唱的是情用歌。
若钦定本是谁来下小子营上何内有我？你告诉我，并没有错，他是谁？自己不被他在那种当中。家怎能利用成？今天我日将儿人，一场他无须家里，一生命与怕关心，一场风不平地生，一张长子到关天，一道金陵风来，一旦乱棍将无关，一人百姓度泥人，一穷顽童谁根，一股股子子娃娃说不定，欺人哪来万人恨，叫我才是真恩主，真恩。看来他定是我母亲，他为什么去想人来与不人啊？欺骗
公，睡不着，病你要念经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早被落花，落花不撒呀。几番说明他不为意，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求客，他天生的人儿不懂心？为什么我满腔热情换无尽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路人啊？我再上前去，这就看。一个山。
门瓦听，神郎父啊。把字音听。听到娘亲心的话。娘，我进来，我有话要说。贾女公，病已身体不适，不能奉陪，请贾女公见谅。原在我要烧香拜望，就是他因不方便，久病复方不能开门。贾女公。委屈吧，季师傅，原在的告辞了。
不要不叶落女少来不门呀！华芳夫人她是谁？她是谁人？夫人她是哪里的？她是一真无名人。与我
天。
我